受到西南風含低壓帶影響呢，宜蘭今早起落大雨，南洋溪規個漲起來。做工程的拖拉機呢，煞掉在咧葫蘆島大橋下面的溪埔。也來講到南部地區也是落大雨，屏東市一間幼稚園因為這門口有較熱掛，煞地下淹水。家長就講要接送囡仔真無方便。啊，那高雄左營旗山頂所在，過去24點鐘內就超過100毫米。高雄氣象站也提醒講，到拜六禮拜進前呢，這中南部天氣攏介無穩定，請民眾特別注意。搜救人員有所協助司機過岔路的溪水，宜蘭20透早落大水後，地勢南洋溪水漲懸。消防局4點半舉報有連結車電人甲車掉佇葫蘆島大橋卡的溪內。出動人員、船艇及車輛前往救援。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後，立即涉水並架設繩索，順利將司機引導救出。根據了解，連結車是當地河段稍準工程的工程車，司機好像無注意到20因為落大雨停止時間的通知，也是想要把車開去對岸，唔使調到。好在人袂要緊，大雨落未停，是因為宜蘭受到西南風增強甲低壓帶的影響。那屏東同款落大雨，有家長透早帶囡仔上幼幼班，煞看到幼兒園頭前規個淹去，連車都愛小心通過。土地的部分啊，它就是那裡就是陷下去。我們112年來的時候，它就是這樣。路面較低，地勢落雨就淹水，和部分家長感覺接送不方便，希望相關單位也當改善。排不出去的狀況是因為瞬間的那個暴雨量進來沒辦法排。那目前軍方是有準備那個馬達在那邊抽嘛，用抽送的方式。雨落甲驚人，還有高雄有騎機車人經過漢神巨蛋附近，看到路面的人看掛，因為強降雨一直滿水，出名的地標辦公大樓也捌因為烏雲甲部分建築砍去。受到西南風增強及低壓帶的影響，南部地區容易出現短延時的強降雨，預估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幾率。多個地區如左營、旗山、美濃等區，過去24小時累積的雨量都達到100毫米以上。南部各縣市19下晡開始持續有低延時強降雨，也是落大水雨。台南透早天氣同款無好，落大雨後天規個蒙蒙蒙，視線真歹。氣象站提醒，到這個禮拜六為止，中南部地區也是落雨的重點區域。民眾若是要出外，一定要注意天氣，也甲落雨資訊，確保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